向前交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2969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占1000例上侪。另外，阁新增加6个中度的患者。因为疫情即马是真严重，一个手就要苦了真侪人。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除了医护人员以外，即马嘛咧讨论做过3档预防射的，改用体检代替隔离。目前列伫第7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人员，按算会安尼先做，即礼拜会定案。新冠本土疫情日益增加2969例，各创高级新冠21县市拢有，其中新北市增加1000例上侪，第二是台北市663例，桃园市414例，基隆市216例，台中市139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依照外国经验推估，台湾疫情应该在5月底上悬。这一波也起啊之后，大概都1个月到2个月不等，然后到达它一个略近高峰的时候，那台湾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吧。另外，佫增加6例重症患者，年岁伫50外岁到90外岁，拢有慢性病史，其中2例毋捌做过疫苗。也有伫囡仔做疫苗部分专家开会了后决定，6岁到11岁囡仔用做莫德纳疫苗，2剂要隔12礼拜，这量是大人一半。青少年第3期部分做完第2剂了后，无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计5个月用做第3剂追加，有个5月底用开始做第2摆追加，也就是第4剂疫苗。专家是建议65岁以上老大人、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者是免疫低下，而且病情稳定的人。计5个月了后做，有个6月才可能有人来做。65岁以上的这个当然发生的一个比较严重就是几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专家这边是考量是由国内的一个染疫的中症是以65岁以上的族群来开始计算。因为本土病例一直提悬，为降低大量民众被隔离影响社会运作，但是中表示咧讨论做第3剂疫苗，用体检替代隔离方案的扩大对象，按算这礼拜定案。现在有一部分做了，医疗人员，那再过来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开放到全部来。另外，确诊者分流收治条件也做调整，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确诊爱到病院收治的人，提悬年岁到75岁以上、70到74岁生活永住的确诊者，甲65岁到69岁而且独居的老大人，安排住伫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乃至出示无满3个月以下确诊而且出现发烧，收治伫病院，出示3到14个月以下，若发烧超过39度，也是送到病院救治。另外，确诊者居家照护年岁是放零到69岁，目前已经11县市启动居家照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昏本土病例有1000例，全国上侪，而且目前封考的这居家隔离的人嘛超过21000人。那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663例，即马嘛有12000人等伫隔离。另外有民众是讲伊去病院 PCR 验出阳性，却等无卫生局的电话。台北市是表示讲，因为即马病例数实在是伤侪啊，目前是规划讲你住伫倒一个行政区、较迄区的专线，安尼就会用的。那学校的部分，台北市长郭文田嘛建议用快筛代替隔离。新北市1日确诊个案来到1000例，市长侯友宜说明新北测乱，伊讲新北居家隔离列管21488人，居家照护2514人，2日改隔离1111人，居家照护比例愈来愈悬。2日阁启动第2阶段，居家照护接近病院。我们希望居家照护的量能够经过健康评估分析以后，如果大家愿意在居家照护里面，那就可以减轻我们后端的医疗量能。新北确诊数全国上侪，居家照护第11天，侯友宜表示医疗量能目前顺利。搁伫新店开集中检疫中心，提供132房，总共248床。台北市2日增加663例本土个案，1.2万人估计，有94.7%伫咧厝照护。市长郭文田对民众反映，接到病院通知确诊，却迟迟无接到居家通知，10个行政区要设专线电话。因为这几天案例突然增加太多了，你就按照你是哪一个行政区，就打哪一次电话。那白天跟黑夜是分开，那我们是拜托你尽量在白天来打，因为白天有12个行政区，有12组人在处理。
德市社区公费体检站阳性率为4月初0.3，提悬到19月2.5。国提供新冠肺炎伫台北市存在甲真招魂，德市之一将近5万名师生停课伫厝，冲击伤过大，呼吁用快筛替代隔离。干脆每个同学就发快筛剂给他。如果家长是有办法自己处理，就是那每个小朋友早上起床的时候给他做快筛。如果是阴性的，就去学校上课。伊批评中央国家教育宣布班，佮批评隔离甲停课标准也无改。台北市佮1礼拜规个无法度运作，伫厝隔离线顶记者会炮火议员对准中央，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即阵病例数直头增加，近日嘛传出有一个2岁囡仔因为会误送病院，尾啊当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就宣布讲，如果囡仔确诊点出来照护期间有出现救紧会喘、意识无清楚、流凊汗，会当赶紧卡119叫救护车，也是把握时间家己送病院。药局的柜台前特别设置双臂药品区，伫各县市陆续办理轻症居家照护了后，为咗家长开始抢买儿童双臂药品，亲像综合感冒药、止泻药，拢是热销品。儿童用的退烧糖浆，更加是袂了了。对，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平常除了给他补充一点维他命 C 跟 D3的滴剂之外，我会建议备血氧机。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不太会说话，那你用血氧机可以监测他的一个血氧浓度。是现在是乙酰氨酚这个成分的大概所有的药厂现在要下订单都订不到了。虽然厝内有这个双臂药，不过指挥中心公布两组确诊儿童伫居家照顾的时阵出现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发烧超过39度，合并有胃寒、流凊寒，或者是退烧了后活动力无好，会喘、胸坎会痛、持续吐、头痛，也是腹肚痛超过12点钟，无食物件、无放尿，这拢是就医的警讯。另组佫出现会慢筋、经脉唔知人，肺用量比90%较低，佫会变凊寒，这个镜头爱卡119，还是家己送医。避免去触发电子围篱，所以能够先跟卫生局告知，再去紧急就医，当然比较好。当然，我们也从这个过去几个事件会知道，说有真的很紧急的时候，可能卫生局一时联络不上，开放就是说有这个紧急外出，先去就医那之后再跟卫生局或我们1922来报备。罗义军表示，囡仔感染到症头，甲一般的感冒差不多，主要会出现咳嗽、流鼻水、脑喉痛，也甲发烧这4大症头。厝内若做有双臂感冒药，都要继续准备，会当帮助治疗相关的症头。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日温度回升，有哪亲像热天的感觉？未来10天拢是安尼，咱来看温度。今日日是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东半部有局部低暂阵雨，过到了后，中南部、北部山区嘛，因为热对流会较旺，有西北风。那下暗开始水汽会增加，半暝就会开始落雨啊。明仔载是即阵水汽上高的一天，有机会会落几天。温度的方面，今仔日温度回升，透早时各地温度拢伫20度以上啊。按算今仔日高温会超过30度，中南部会到34度，将有热天的感觉。那这款天气形态会维持10天左右。来关心疫情，电台主持人周玉科是讲伊确诊啊。那疫情一天有访问专家李炳英，目前李炳英的 PCR 是阴性的。那拜伊的时，伊嘛捌接受，伊嘛捌访问过立委蔡意瑜，也佫有台中的市议员周永宏。这2个人尾也拢控考虑做居家隔离，也毋过李炳英说毋免，嘛引起议论。我们全国人民加油！加油！20现场直播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周玉科甲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注射组调集人李炳英共一间，隔天周玉科宣布确诊。昨天有开那个 ACIP 委员会啊，那这样子他们工作会受到影响吗？应该不会啊，那是间接接触，要看我有没有感染再讲吧。不过，李炳英早拄参加过专家会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李炳英 PCR 阴性，迄天参加会议的人无问题。不过18加周玉科工中录影立委蔡意瑜，和嘉义县政府要求居家隔离10天。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嘛爱居家隔离，不过李炳英还未隔离。那如果他们的确有拿下口罩，而在一个时间待得比较久的地方，
在原来的标准里面，可能还是会被居家隔离。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会尊重第一线同仁的专业判断。当然要看你接触的一个情况嘛，哈，那基本上我们在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还是一样，等于是在没有适当的防护之下，那接触超过15分钟。确诊数一直创下新高，中央为了调整疫调天数，确诊者普遍前2天2个人有，其中1个无挂喙罨，斗阵超过15分钟以上，算是密切接触者。民众若是密切接触者，爱隔离10天，酷热期满快筛阴性，隔离期无出现症头，才会当该隔离。若是酷热期满快筛出现阳性，就爱 PCR， 阳性爱居家照护，还是居家治疗。隔离期若是出现症头，嘛都爱快筛，出现阳性，同款都爱个 PCR 确认。若是拄到接触过密切接触者的人，就爱自主健康监测搭配接触过的人是阴性，安尼才会当解除监测。只是单卫生节目为去年解禁了后，若做会当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讲有物件隔开的设备，就会当唔免挂喙罨。若是接触过确诊者的身份认定，中央认为爱依照个人疫调的情形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病例数愈来愈多，台北市联合病院副总院长黄凤明20暗嘛确诊。伊19日时捌去过台北市议会，伫行政委员会，抑佫甚至去一寡机关的办公室拜访。目前这些所在拢有大消毒，若接触者先自我监测。离开台北市议会行政卫生委员会，佮按照指定位坐入去。伊是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副总院长黄凤明。伫19参加工作会议，却传出20暗时确诊新冠肺炎。确诊医师是在4月20号接获他看诊病人是确诊之后，即进行采检，结果发现是阳性的。那我们马上启动疫调调查，相关的环境，包括诊间、会议区域，都已经做了清消。迄时阵，市府参加会议的人有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台北市联合病院总院长柯大成等人。签队台北市议员有赵志仁、李博中武、陈中文、应晓维、柯淑华等人。黄凤明伫委员会结束了后，也去郭兆炎议员办公室讨论医疗纠纷议题。郭兆炎已经取消所有行程，伫厝隔离。离他有一段距离，而且他都戴口罩。我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啦，还没有正式，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约束自己了。事实上，台北市议会接到有人确诊了后，卫生局就紧急疫调各酷热密切接触者，也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包含媒体在内，自我健康监测。卫生局目前为止正在疫调以及匡列当中，我们当下先自我健康监测，我就拿出了筛剂。筛检出来的结果是一条线。目前台北市卫生局酷热1名机关甲这场接触者10人，估计其中8人PCR阴性，另自主健康管理12人，其中10人阴性，2人检验当中，佮完成这场甲机会清消。另外，台北市产发局也证实，局长林宗杰司机采检PCR阳性确诊，林宗杰属于密切接触者PCR阴性，已经居家隔离，佮用线顶模式处理公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过去部分半导体关键材料公司投资中国，造成咱台湾先进的技术外流。经济部伫昨昏有公布修法，要进一步加严管理。中共对中国投资捌经过关键技术小组审查，了后股权要转让，有可能会造成技术外流的，拢爱提出申请许可。来看《中国时报》。台积电当地美国亚利桑那州起工厂，也毋过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同款是支持美国半导体前景。伊是表示，台积电是互美国政府要求去设厂的，也毋过美国的半导体生产的成本伤悬啊，伫国际上根本就无竞争力。另外，伊嘛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感觉悲观。伊是讲台积电自本的理念是要服务所有的人，也毋过未来是无可能啊。来看《联合报》。今日是世界第9日，行政议会伫昨通过《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的修正草案，嘛要甲改名合作气候变迁的应用法，伫要甲2050年净零排放放入去法律内底啊，嘛建立碳定价机制，要分阶段来扣税，打算2024年要开始收，专案会送立法院审议。
继续关心华视新闻，拜三突锤新闻招牌顶出现中国拍过来的错误的消息，已经回失了呀。想要到国防猎包，讲迄天的早起9点多，冒出现3条错误的消息，讲火山爆发啦，遮个。华视伫今日饭店有发出声明，讲集团的董事长陈旭秀，还佫有代理华视代理总经理陈雅玲，拢请辞负责。这礼拜三，华视早起新闻一开始，主播直直报天气，不过荧幕上下骹出现的快讯是讲，新北市河强骨的导弹射着，还佫有战争造成各地发生抢买物件的情形。新闻开始7分49秒了，才发现错误修正。早起9点多，又佫出现大屯火山爆发，巴士海峡发现石油，台北路边角等问题。NCC 20收到10件民众检举。讲这已经违反广播电视法，这个违反公共秩序之余了。无线电视台都是关键基础设施，对于讯息的传递的正确性，应该会有更高的标准。NCC 讲违反相关法令，相关会当处200万罚款。因那华视也是经正道歉，并且停止8位工作人员。拄则回国的代理总经理陈嘉玲也向社会大众道歉。产生这样的错误，导致民众误解，在此特地向大家致上最诚挚的歉意。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开始约谈 ，NCC 也启动行政调查的程序，接下来安怎做，会搁再讨论。华视开自律委员会21日到公司董事会，陈嘉玲用事实口头请辞，严格予董事会慰留。上新的发展是，华视伫咧22透早1点30分发声明，讲集团董事长陈旭秀、代理总经理陈嘉玲辞职，表示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有新增加305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是43243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是超过99万例。日本超过754万例，韩国超过16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是超过2700万例。以色列的政府宣布，自3开始要取消室内挂嘴暗这个防疫规定，也毋过伫病院、疗养院这个高风险的所在，同款是爱挂嘴暗、爱挂护条。另外，美国的佛州法院认定 CDC 挂嘴暗的禁令是违法的，也毋过美国的白宫暂时表示，因会继续上诉。美国华盛顿亚特兰大堪萨斯这个城市19取消大众运输挂嘴暗的防疫措施，不是个包含纽约、芝加哥，还有洛杉矶这个大城市，同款是依持这项规定。美国的民众对这件代志，伊的意见嘛是拢无同。I think the people who say and it's infringing on their rights, well, they have a right to die if they want to, but I choose not to do that just yet. Yeah, I'm very happy to not wear a mask. A lot less stressful, not having to worry about having a mask for everybody. 佛州法院伫个18日裁定讲，要并搬美国疾病管制还有预防中心 CDC， 要求民众伫个无人机、火车、公车等管这大众运输工具，都爱挂嘴网的规定。这项规定会伫个5月初3到期。白宫伫个20表示讲，假使这个 CDC 若认定讲挂嘴网有必要，安尼就会甲这项裁定提出上诉。The objective here is, of course, to appeal the 15-day extension, but also to preserve the CDC authority over the long term, because as we've noted from here, we expect there to be ups and downs in the pandemic, and we certainly want the CDC to continue to have this authority. 要取消挂嘴网的防疫措施，还有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和卫生部长伫个20宣布讲，从23开始取消室内场所强制挂嘴网的规定，不如个一寡较高风险的场所，亲像病院、疗养院，同款都爱挂嘴网。It's wonderful. We can see one another again. We can see our faces. We can breathe. אני במקומות ציבוריים אמשיך לחיות עם המסכה. אני לא רוצה את הווירוס של אף אחד ולא רוצה לחלק את שלי עם אף אחד.
因那伫个西班牙，嘛有一个31岁女性的医护人员，伫个20天内去挖着2种无同的新冠病毒。根据 BBC 的报道，伊伫个去年12月下旬去挖着德尔塔变种病毒，今年1月佫去挖着 Omicron 的变种病毒，安尼嘛来称做烧话烧浪期上低的记录。这嘛显示讲，就算讲确诊者有完整来接受注疫苗了后，同款有去烧化着的可能。英国从4月开始，已经有90万人伊感了，搁再感去画着。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俄罗斯总统普廷日是对外表示，俄罗斯的军方已经将马里坡拍落来啊。不过，普廷这款讲法，美国甲乌克兰拢无承认。俄罗斯新闻社伫咧2月放一段用无人机所翕的马里坡耶稣钢铁厂的画面，这个厂沿着海边啊，范围超过6.4公里。几落包围的乌克兰军队也阁守伫咧遮。伫影片发布前几点钟，路透社翕到钢铁厂顶头庆烟，也阁听到连续爆炸的声音。随即就看到俄罗斯总统普廷向国防部长强去解放马里坡的消息，并且下令取消攻击，以为代讲对乌军抗衡讲的人道对待。тех, кто скрылся на заводе Азовсталь, заблокирован там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и по всему периметру. Нам на это требуется порядка 3-4 дней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вершить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длагаемый штур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зоны считаю не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Приказываю отменить. Это тот случай, когда мы должны думать, то есть мы всегда должны думать,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тем более, о сохранении жизни и здоровья наш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Заблокируйте эту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зону так, чтобы муха не пролетела. CNN 报道，乌克兰无伫咧参俄罗斯的抗衡，继续抵抗。总统泽伦斯基讲，只嘛欠大型武器，当地也有几多千位平民伫咧遐。俄罗斯的围攻是恐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讲，目前无任何证据显示马里坡完全互俄军提去。宣布搁再增加8亿嘅军事援助。俄羅斯嘅專業不准進入美國嘅港口。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resident Putin and his defense ministers show for the media what we saw in recent hours is even yet more disinformation from their well-worn playbook. 根據衛星嘅影像，顯示馬里坡附近有大規模嘅摩亞波。馬里坡市長講，俄軍正伫咧馬里坡西邊20公里嘅城鎮曼古時，烏正濟大狗仔，要帶因為戰爭死亡嘅百姓，想要暗砍因犯嘅罪行。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繼續關心法國總統大選第2輪嘅投票，第24日時要舉行。那唯一一場電視辯論已經變煞，要拼連任嘅馬克宏加另外一個候選人馬林勒龐，針對目前烏克蘭戰爭、歐盟退休嘅年紀、氣候變遷甲伊斯蘭制問題互相對射。那辯論變煞了後，民調是顯示馬克宏贏面較大，有6成嘅支持度。為了無要互5年前遺憾的代志佫發生，法國極右派國民聯盟的總統候選人馬林勒龐取消幾場造勢活動，專心準備這場全國電視辯論會。勒龐女士的運氣不了好，抽到先發，一開喙就為馬克宏的弱點下手。生活開銷一直加懸，人民真痛苦。勒龐強調，伊將削減能源徵得稅，30歲以下少年人也唔免納所得稅。Moi, je veux véritablement faire du pouvoir d'achat la priorité de mon prochain quinquennat si les Français me font confiance. 馬克宏表示，伊主張對物價設定上限，佢講效果會是減稅一倍。所落來，馬克宏轉守為攻，將話題轉向俄烏戰爭及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勒龐是頭一批認可俄國作為嘅政治人物之一，國民聯盟也甲俄羅斯銀行有較大關係。Que vous dépendez du pouvoir russe et que vous dépendez de M. Poutine. Parce que quelques mois après avoir dit cela, Madame Le Pen, vous avez contracté un prêt en 2015 auprès d'une banque russe, la First Czech Russian Bank. 勒龐回應，因嘅政黨財力無好，而且無法國銀行願意貸款給因。兩個人也就退休年紀、氣候變遷、移民甲伊斯蘭參修憲公投等問題互相攻擊。辯論結束了後，民調顯示馬克宏較贏淡薄仔，有6成嘅觀眾認為伊佫較互人信服，5成3嘅觀眾認為馬克宏表現較好，勒龐只有29%，也毋過5成觀眾感覺馬克宏真自大。就親和度來講，勒龐以37%比馬克宏嘅34%較懸，也毋過5成嘅選民認為勒龐互人煩惱。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今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
阿富汗有2座城市发生爆炸，上无有造成16个人死亡。基政组织伊斯兰国 IS 是已经承认犯案。来关心南韩总统文在寅20有写回复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冒回，伊是俄罗文在寅伫任内有好好处理两韩的关系。两个人嘛拢同意要继续拍拼来改善两边的关系。来关心美国的参议员史考特去访问立陶宛，伊嘛有去咱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去拜会咱的代表。这是头一个去代表处拜会的美国国会议员，是展现三国的关系拢真好。来关心美国，中国的国防部长伫21时有通电话，美国是声明讲，因是咧讨论防务甲乌克兰的情势。美国的陆军嘛伫面册顶头有公开相片，有出现咱台湾国军，这嘛代表台美的军事交流公开化。像国军被采装的士兵都徛伫美军边仔，导行抗要国界中华民国陆军标章，这是美国陆军装甲基础军官领袖课程面册打出的相片，引起热烈讨论。国防部表示，台美交流真侪年，这是双方军事教育课程。去年2021年也有美国安和旅跟台湾的合作，还有就是美国陆战队跟台湾陆战队的这个战术演练，也都是逐渐的，就是说对外揭露。学者分析，美军这几年对台湾的合作也渐渐公开化，无像过去同款营营业业。另外，军国的 M1A2 体战车，明年国军也会派员去美国进行接种训练，台美关系相关。美中防长20也罕见的进行跨海通话。美国国防部声明表示，双方就美中防务关系、区域安全甲俄乌情形进行交谈。不过，中国国防部的声明都特别强调，有针对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未当分割一部分，美国不应该低估中国的决心跟能力。这个中国国防部他们有发布的这个声明，有特别凸显到这个有关于台湾海峡议题的讨论，也有刻意去误导。来诠释美方的发言。外交部批评中国是咧透过这摆对话再次对台发动认知作战，提起民众注意。台美关系密切友好。中国海军23成立73周年，共军先透过网络影片展示，先进研究21反蓝飞弹为055驱逐舰顶发射。军事分析家认为，可能是将对台美进行战略威胁。很多人都在怀疑说，莫斯科号就这样子被飞弹打沉了，那解放军的船会不会也有可能会被我们的雄风飞弹给打沉？所以其实解放军他趁这个时候去展示他的一个实力。中国强机一直交代，甚至也爱咱国空军卖干扰。国防部公布21只强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2只轰落，搁较侵入台湾南方甲东南空域，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恐怖管理、防空飞弹对总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中华公路台北线117公里的所在，前几天土石是一直落落来，路是死未通。昨中道已经抢通通车了后，不过因为山区日头跌落雨，昨昏阁有落石头去缀着轿车。4月20大量的土石落落来，甲中华公路台北线117公里的所在路拢塌掉咧。21个中道是抢修好势通车，嘛有派人监视警戒。也毋过因为山区日头跌落雨，即马阁有土石落落来去缀着轿车，加速的头壳风结着，送病院治疗。公路总局评估，行这段路暗时也是真危险，所以建议民众毋通驶来遮。来关心新北市永和的福和桥卡昨中道有发现一个查甫人头壳着枪，警方最早是发现讲嫌犯是一个陆军特战队的士官兵，因为这袂救军甲被害人约讲要限20万，结果双方讲无好势，全开枪，即马依照杀人罪互送法办。白色的轿车开入去停车场，不过停到停车格内面。几分钟了，驾驶者落车离开。不过，车后座还有一个人头着枪，到中道才互人发现。为什么要杀人？4、5个嫌犯头无讲话，敢若是欠地下钱装钱，甲被害人约伫台北市和平东路3大巷仔内要撬这部，要也撬袂好势。一生气就替改造的金具做手证，用4顶查某人头开2枪。歹徒在行凶过程中疑似对被害人头部来行凶，那犯案之后将
被害人的车辆，连同被害人再到本辖的堤防外的停车场弃置，然后逃逸。4个嫌犯尾仔走去新店地坛附近的休闲农场想要自杀，因过互警方提早发现逮捕，结果发现29岁4个嫌犯也是一位现役军人，是陆军特战指挥部士官，伫休假时阵犯案。本属特战指挥部吴姓士官，今日休假期间，遭警方以涉及名人枪击案带回侦讯，前案由警方调查侦办中。本部将秉持勿枉勿纵原则，全力配合警方侦办，若确有不法，定将严惩不贷。被害人目前丧命抢救，也未脱离危险，专案警方也搁伫咧做详细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苗栗德芳高永院去年发生甲一个28岁自闭症的女性苦毒死亡的案件，检察院有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是认定讲这高永院长期以来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骹手拢无够，员工来去训练时数嘛无够，所以有针对主管机关卫福部也个苗栗县政府提出纠正。苗栗德芳高永院去年7月发生4例的自闭症医生互人虐待死亡案，监察院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德芳高永院长期有身心障碍服务专业人力不足，人员真正流动是训时数无下规定的缺陷，不过中央甲地方主管机关拢无积极督导改善，通过纠正卫福部甲苗栗县政府。从97年一直到107年都是这样子的。那长期人力不足哦，那只有在105年有罚了6万。苗栗县政府罚了6万，我们认为这个苗栗县政府没有积极督导是这个德芳教养院，我们这个也纠正。王幼玲市的监委调查发现，德芳高永院违法将2楼扩张做办公室，不过县政府起早拢疏忽，包括中央卫福部举办的评鉴甲复评，德芳高永院拢是伫个饼顶甲顶顶，各3遍互人记发违法募款，不过卫福部拢无积极受理查核。卫福部在每6年一次的大评鉴中，还有隔2年的复评中，都把这个机构评定为丙等哦，表示都没有进步啊哈。那他到底是怎么去责成地方政府、苗栗县政府能够积极监督呢？德芳高永院去年8月，互县政府下令停业1年，采罚30万。监察院公布纠正案了后，下晡大门锁定，负责人拒绝受访。苗栗县政府是表示会好好检讨。苗栗县政府会虚心的接受认真的检讨。那有对于身障机构的督导管理以及退场机制，未来卫福部在修法的时候，县政府也会将我们实务管理所遇到的困难来做一个表达。苗栗地检署今年1月，要依照刑法施行加禁致死罪、伤害罪嫌起诉拍人搁帮医生的生活服务员、社工员，也甲行政助理拢总3个人。监察院纠正案是提起德芳高永院搁另外违法收费、校务无清楚这代志，要求法务部进一步调查，也请卫福部检讨身心障碍机构退场机制，莫互悲剧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滚价，即马有风声讲有保险公司无要承认民众买的保单，严格金管会有出来解释讲，只要保险公司有寄出保险通知书，安尼就算契约已经存在啊，民众毋免烦恼。最近确诊数增加真侪，防疫保单销量原来增加，一寡业者多方面考虑紧急宣布停卖，搁修改保单内容。日一传出有公司无要承认4月至6月的防疫保单，搁有保险公司传简讯通知原客户，扣钱就继续保，毋过毋是保旧保单的内容，是调整过的新内容，拢引起讨论。已经成立的保险契约权益本来就不会受到影响。契约成立之前，如果它有调整的内容，应该要提供客户来做选择。那当然，保险契约一旦成立的话，就要照保险契约来履行。也就是说，你今天保险公司跟你讲，那你已经给你一个通知，那你已经缴保费，那按照契约规定的话，你的保单就成立了。对这项代志，金管会进行了解，强调防疫险是属有1年期的保单，无保证续保。保险公司会当依照风险量做续保加风险的控管机制。不过，要伫契约成立前，将调整了后的内容，互客户选择，来做保护缴钱，契约就成立。大家对这种轻
金融的这种公司啊，已经变成一个没有信任了，会不会衍生出我们以前买的储蓄型的保险，以前买的投资型的保单，保费缴的比较多的，金额比较大的，也产生了不信任感，会不会让客户造成提前解约的这种一窝蜂的这种情况发生？保险专家分析，一般来讲，保险契约若做成立，保险公司都要依照契约来做。不过以后若是保险公司考虑保单理赔金伤悬，甘愿去互金管会罚几落百万来减少赔偿金的损失。虽然也有可能因为安尼歹名声，啊，不过政府嘛爱预防，其他的保险公司嘛拢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继续炭烧，新竹市即马居家隔离的人数已经有上千人，嘛已经启动点出来照护，所以外送订单嘛变真济。也毋过因为指挥中心有要求讲，外送员爱送物件送到门骹口，毋过有外送员是认为讲，若安尼先规定，等于是强迫因爱甲隔离者接触，引起不满。另外，伫高雄是有社区无爱互千份人入去，安尼外送员也是有事要送药啊，就无法度送到位。高雄市政府即嘛有发公文，讲袂使调工去调疫防疫，若无会罚。不要成为防疫缺口，外送员需要保障。外送员徛几排大声抗议，本土疫情继续扩大，敢若新竹市地区隔离人数都超过1000人，加上地区照护计划启动，造成外送需求增加。未少外送员拢接到隔离，也是确诊民众的单，有一寡人甚至坚持现金付款，互外送员烦恼着病风险提悬。你现在是放轻症确诊者隔离在家，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风险会更大。外送员法律定位不明，无自行家己职业工会人，连劳健保、一载等保障拢无。也毋过指挥中心煞要求外送员也是社区管理员，爱送餐到门口，引起外送员不满，希望恢复三级警戒做法，设伫外送区佮强制以路卡付费。他们警卫都不敢什么的，你什么都不愿意的时候，都要我们去冒死。那如果说我今天被感染之后，我是不是去传染下一个跟我面交的客人？因过各县市陆续启动地区照护，那外送员为难，高雄8日开始地区照护，除了全市38区总干事配送红药包，也有社会局甲环保局人员协助送餐，也是清文本数，所以也传出有大楼刁难执行勤务的人员。不管是大楼也好，或者是社区也好，大家都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包容，不让他进去，然后也不帮他拿，这样子有比较离谱一点。高市府行文专区6500个公寓大楼管委会要求配合防疫，若无将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32万5。市府实施法则了后，有一寡大楼犹原坚持杜绝外人进入，也毋过会请管理员将餐点也是防疫包转送予地区照护，也是隔离民众，确保大楼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原本是要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所以16到21拢停课，伫今仔日才甲囡仔带转去学校上课。不过县政府有先要求家长讲，囡仔爱先做快筛，快筛阴性的才当送去学校。昨昏快筛站就有真侪囡仔去采检，不过有家长是烦恼讲规定人颠倒会增加烧坏风险，所以有的家长想要去西药房去药局家己买快筛试剂，却拢买无。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有2间国际厂牌的快筛试剂，上紧伫4月底、5月初会送到咱台湾，大约有2000万支。为避免疫情伫校园摊开，全中分虽然延期，花莲县府议员决定16起县内各学校停课4天，不过这段期间依然有学生同步确诊。我们全县各乡镇的一个暂停实体课程的一个统计，那到目前为止，今天呢总共有45所的学校暂停课程。为即日开始，花莲除了依照教育部规定暂停全校课程以外，各学校都要恢复实体上课。县府呼吁家长带囡仔去快筛，确定阴性了后才去上课。目前负责花莲快筛业务的国军花莲总病院，预防证实这2天囡仔来快筛数量增加1倍，预防已经分区分时分流来处理。时间从12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时间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当然希望各个家长还是说各个民众要来采检的话，希望不要集中在某一个时段。不少家长认为，带无症状囡仔去病院快筛实在伤过危险。不过社区药局阁买无家用快筛试剂，到底有偌济家长愿意带囡仔去快筛，恐怕无这么乐观。是不是政府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样？既然说要上学，应该有预备这些快筛给小朋友来那个施行快筛，我觉得是比较好。
确诊人数一直清悬，民众反映汽车正歹买状况。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按算上近4月底到5月初，有超过2000万支进口汽车进货。国产的业者也按照原本用型契约来用货，而且会赶紧启动新名字，提供民众的快筛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直头扩大，即马有民间团体发起替家友做快筛，只要家友有民愿意，阁会送因防疫物资，也阁有500块红包，希望增加家友体检的意愿，加强防疫。采检人员准备好势，在公园帮家友做快速体检。目前快筛试剂真欠货，不过为着加强防疫，民间爱心团体展开免费体检服务。甚至来体检，还有红包通好领。1周内会把全县86位的造册无家者全部普筛完毕。那我们这次进行普筛的话，这次的普筛剂也是我们协会全部人我们自行采购的。那为了要鼓励我们街友愿意踊跃接受开筛，协会这边呢也加码提供500块的现金的红包奖励，还有一些防疫酒精，还有一些泡面等物资。接到通知的家友来现场排队等体检。目前新德馆已经驻2栋预防社的家友，差不多有7成。学会讲，说来同款会继续鼓励家友去驻预防社，加强保护力。口罩一定要戴好哦，现在疫情一直在爆发了，然后给你们酒精都要时常喷消毒哦，好不好？啊，尽量不要去公众场合了，好不好？因为你们都没有手机号码、门号啊，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做实联制。除了向家友宣传防疫的观念，民间团体会继续用行动防疫车辆帮家友做体检。希望在上紧的时间内围堵疫情，卖互扩散。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增加学校营养午餐用咱国产食材，行政院伫昨昏宣布，每一个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的奖励金会增加到10块银，若偏乡的学生是增加到14块，安尼算算的，政府一年会投入15亿。学校中昼顿爱食在地食堂柜，为鼓励团膳业者增加使用3种1Q国产食材。行政院1决定，5月开始，每一个学生每餐奖励金为6块提悬到10块，偏乡为10块提悬到14块，连老师拢包含在内，有过180万人受惠，增加15亿的预算。我们希望1个月至少会有1次。是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国产的水产品，那这个当然是会有经过许多的处理，避免像一些鱼翅等。不止增加国产鱼排、鱼蛋提悬奖励金，也会增加国产水果的供应，亲像芭乐、柑仔、卡马豆，也有国产黄豆生产的豆奶等等。另外，也会增加国产杂粮的使用，甜汤增加红豆啊、土豆、番薯汤等等。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对我们业者来讲，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事。但是还好，他今年这一次也增加了老师的补贴。业者讲，虽然奖励金提悬真好，不过也是希望部分地方政府应重视学校中昼顿介绍上过价问题。希望说，其实要去检讨午餐的价格，22县市从最高的65元，一直到最低的20几元。其实这部分如果说没有中央的这个3张 AQ 的这个奖励，确实很难去做到午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哦。农会会正常表示，会按照农产品介绍定出中昼顿奖励金的浮动公式，对不给调整。不过主委陈吉仲表示，这摆增加甲公式无关，是因应食农教育法通过，扩大使用国产食材，增加奖励金未有退场机制，年度预算金额也会20亿增加到35亿。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中国禁止咱台湾往来进口，咱台湾的往来外销受到真大伤害。即阵家己民雄的果菜生产合作社，伫中央甲地方斗相共之下，已经成功销入去日本的市场。不过农民也是望讲政府会当注重国内市场的介绍。国菜合作社主席召开往来分装的过程，切掉往来买增加有送数量，佮用塑胶袋来代替纸箱啊，降低包装的成本。合作社讲，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不过即马对日本的外销开始增加。因为要封这些单在我们设备上，在包装设备啦，在我们田间管理啊，我们均有做提升。嘉义县政府表示，嘉义县往来净造面积大约1500公顷，今年的产量有将近6万吨，占全国产量13%。过去主要外销中国，即马得到日本市场的肯定，嘛替在地往来产业找到新的出路。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强调，上月挖去中国市场的情况会当改善。预计今年至少外销到日本的凤梨数量会超过3万公吨，因此我们会让整个产地的价格，现在在屏东、高雄采收，台南、嘉义也陆续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将我们依赖中国的单一市场的幅度就大幅度的减少。台湾1万公顷的往来生产起来50万吨，咱外销只不过是2万吨，伊所有的钱拢摕为外，95%摕去外销去，4%才来照顾咱这农民。啊，即马产地往来2块、4块、7块都无够，反正一价得5大万的成本嘛。为了推广农产品外销，政府尽量协助业者，不过也是有农民表示，希望政府唔通干那重视外销，国内介绍嘛要注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望春风、烧肉粽、乌鸦花，这拢是咱台湾大家真熟悉的台湾歌谣。也毋过，这歌拢捌互禁唱过，因为这歌词拢有写出当当时的时代人民的心声。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大家咱来看有一阵少年家，透过这当当年的禁歌，来认捌台湾，认捌家己的历史。这条歌是烧肉粽，这个是望春风。即马听来也是真有时代感的歌谣。歌词的背后反映迄当阵百姓的心声。伫台湾戒严时代，因为政治因素，去互迄当阵的政府禁止公开放送。台湾歌谣在里面的创作，它是非常有诗意的，它是非常有文学的。你从歌词里面的意境跟背景，你会看得出来。到底当时台湾人的心情是啥？禁台湾歌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伊的政权的保护啦。为屏东内的民族，甲高雄6个乐集的音乐家，因为对台湾的一份使命感，互因结合做伙，因找出伫戒严时代袂当唱的台湾歌谣，重新编曲加上故事演说，找资源上大型的演艺厅做巡回演出，互台湾人会当透过这的台湾歌谣，更加深入了解故乡的历史甲文化。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了很多的西方音乐，回到台湾来就在思考说，那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在哪里？歌谣这个物件，我感觉这是咱的文化。我感觉咱做者家己的历史，咱需要去了解，需要去知影。一群少年人除了甲台湾歌谣撒去伫大型演艺厅以外，伊嘛加入去校园甲社区，得到的回响，互这群少年人的心内有真大感动。伫北港的时阵，训练北港的时阵。那个情景我足感动，就是大家主动站起来，啊，掌声落长。原来咱咧做的一件是对的代志。因为做台湾歌谣，找到台湾这块土地记忆甲台湾的根，接续因希望会当全台湾行透透，继续用音乐甲故事，成做顶一代甲下一个世代记忆的连接，互台湾歌谣会当一直传落去。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今年9月份开始，高中生嘛爱修本土语言的课程。有民间的文创业者即马在募资金，要出高中的台语课本。若景的文章是真多元，有无共款的议题，编排嘛真深色，而且插图佮有红仔册风格，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囡仔兴趣。课本的封皮像红仔册，这是基于国文创制作的高中本土语言课本，看起来无像教科书，不过内容拢是对12年课纲的基地教育来出发。本土语言头届纳入高中的教育，各出版社嘛密切甲学校联系。那因为我们想要再增加，就是学生的就是图像的素养，我们发现就是语言是一个脉络，那图像是另外一个脉络。我感觉就是希望这个课本唔但是一个语文的学习，而且伊背后有这议题，互伊的思考更加丰富。包括讲知识想象啦吼，艺术科技、环境吼，甚至包括人权甲海洋吼。亲像一篇课文是阿囝囝的新生行游，就是咧讲白色恐怖受害者蔡坤林，读起来袂输咧看第一篇故事。这部教材的主编台文教授刘成贤表示，希望本土语言的推展更加多元，嘛因为本土教育伫高中算是上尾的阶段，所以精选文章的难度、思虑拢有较深淡薄啊。
这既然是已经来伫咧本土语言的这个科目的上尾阶段，所以嘛无必要把这个字数限制伫咧 A1、A2 的这个阶段内底，所以这个课本内底嘛有出现一寡，算是讲可能是 B1 啊、B2 的这个字数，希望讲伫咧上尾阶段，学生伫咧思维句型等等方面拢有更加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出版社表示，这个课本经过2档的时间制作，嘛因为9月高中的本土语言必修课程就会开始，即马4个月是高中各校的选册期，出版社有提供样本，予各学校来参考。徛伫语言推广的角度，嘛希望上课的学生通对内容产生兴趣。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全世界，即马拢准备要甲病毒共存，行出门去过正常的生活。着都毋免亲像顶年啊共款，酒店厝内，电视影音平台，亲像 Netflix 即马退订的人客就加真济，加上其他的影音平台嘛拢咧抢市场。Netflix 19有公布因的财务报表，因为客户减少，第2天因股票价值随落超过35%。疫情等候部分国家会当去电影院看电影，期间隔离人数减少，影音串流平台开始出现退订。过去10年订户数成长真济的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伫疫情稳定，伊阁加上同业迪士尼、亚马逊竞争下，真济人退订，估计也都落价。Netflix stock over the past 6 months or so is down about 65 or 70% from its peak. And that is somewhere around $150 billion worth of total market cap. 11 or 12, the stock is actually still up 25-fold. Netflix 19暗公布上新的财报，显示顶一季出现10多年来头一届订户数流失达到20万户，这季会阁减少200万户，其中也包括因为俄乌战争停止伫俄罗斯的服务，损失70万用户，和20估计落超过35%。期待消息500亿美金，超过代票一条4700亿。Netflix 为了刺激用户成长，除了加强防止用户将密码分享给亲友，和一寡用户唔免付费就会当使用。即马考虑增加介绍较少有广告的串流服务。But we think that is a very good strategy. It's a complete about face for Netflix. Which has always basically been anti-advertising, but now recognizing that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generate more subscribers. 随上疫情等候影响的，唔那是 Netflix， 其他影音串流平台原来受到微压影响。迪士尼、华纳兄弟探索也甲派拉蒙全球这估计，分别落5.5%加8.6%不等。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关心环境，为着要保护海洋，澳洲的渔民即马决定无要搁用塑胶做的渔具，要减少海洋粪扫。另外，巴西海马过去因为掠伤熊，拢掠去卖，数量有减少。也毋过最近这几冬，政府甲环保团体呼吁有成，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瓜纳巴拉湾，来自圣乌苏拉大学的研究团队，闯入海底找找海马行踪。Achamos cavalinho macho, grávido, lindo, enorme e com uma saúde muito boa. 提出让长度个记录受孕的状况。研究人员手内底海马是巴西温海马，主要生活伫热带，海水温度差不多是伫24到28度的海域。过去无立法禁止海马交易，所以真侪人会到这所在来掠，卖互水族馆或者是出口到世界各地。立法了后进行较改善。在海马保育计划当中，也包含教育渔民正确观念。Hoje em dia eles têm esse conhecimento que a gente passou para eles, esse passo a passo, do cuidado com o cavalo marinho na hora de tirar da rede, na hora de ver se ele tá afundando bem ou se não tá afundando bem. 身体状况恢复稳定的海马会放伫水缸内底，若当海马进入繁殖期，就会跳救火舞，甚至身体也会变色，起因注意。伫交配了后，由公海马负责繁殖后代。下边腹肚头前的底仔用独存受精的卵，但时机一到，一摆喷发用生700多只的小海马，暗过只有1%用活落来。研究人员爱随时监控水质，确保水内有充足食物，互小海马提悬存活率。但这海马大汉了后，就会放生，互因用个转去大海。天天也未光，坐船出海掠龙鱼。
掠鱼的人，将鱼笼啊偏向大海，专门掠龙虾鱼笼啊开采所在叫做红井，主要是引导龙虾入海。啊，毋过这部分由塑胶做的，所以定定海去，有的渔民就会偏入去大海。 We just didn't realise, like lots of things, you don't realise there's a problem till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goes by, and you realise there's this problem we've caused, and we didn't mean to. 偏旧的塑胶做的改造白体啊，成本提悬真济，啊，毋过安尼做，应减少对海员的负担。目前这个发明得到维多利亚州渔业局的支持，有希望伫未来引起渔业革命。公司新闻王碧文编写。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1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同款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8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